台北で一番マンゴーかき氷の美味しいお店です。ああ、そうなんだ。楽しみだね。ちょっと待っててくださいね。すぐに入れますから。はい。これ美味しい。すごい。やっぱりここに来た甲斐あったね。写真撮ろうよ。チーズ。好好吃哦。感觉很好吃，我们去排排看。好啊。你去前面拿号码牌。68号。那2位都没有芒果冰。69号，69号。はい、私たち。じいさん。夏老伟，一语无中，美味しい。大家看美味しい。点歌。这个人是老丁，我是小罗。没错，就是穿猫王装的怪咖老板。这间冰店是我的，这位来砸店的大哥的确是冲着我来的。事情会演变成这样，也算是我自作自受。该怎么说呢？做歹干唔是放羊，从头到跳来昂昂，又去到上做猫王，我落去未变难养，上个无去关于上，成功嘅梦，为这样开始投降。前跳来昂昂，前所在来去跳空，是到处跳来昂昂，我出现难多形容，個落見豔平昂昂，衝動應成，成功嘅。我家老爸，哦，对不起，调个频道。讲到过去，就得用客家话才传神。那爸喺新竹嘅客家人，熱千珠葱外表，當日對花千度嘅時間，照驚嘅抹條南毛，從細挨出千牛。唔知做乜嘅，嘅屁講像假話案例，牙最拄唔掉嘅，就係牙把抹條那毛趴路嘅香。有数字切推子啊！阿公，一死死鬼啊！係先前嘅檢查，咁同一班官嘅，哪間都不過啊！你哪不好意思啊？你搞他們學在台北啊？又是閒，那死人頭嘅，看到就嚟去嚇，那中毒係喎，好啦，得啦，啊，阿公。下2杂事1有奖嘛？啊！阿爸，你下都很奖哦。爱同讲啦，个成年人吼，看到2杂事哦，都欢喜，所以我多谢到送本去啊。
还能讲先做朋友，怎来讲善理，也总来做善理的要领，对无？对。嘿， 6条。7条。条。哦，哇8条。9条。哦10条。对，你看多咯，啊？你乱有啊？这死死鬼的哈，敢帮叫毛就骗阿钱啊？你老板没发现了？阿正，快点进来！全部把公呀，10条。我记得不敢骗你了。那个男人个骗俺叫毛，你嘛？此外地，我爸一直就会董事长，佢认为人爱出头天，就会有身份、有 TV。佢还讲，钱赚钱，怎会赚派钱？故说佢最好投资做生意，自家做董事长。那明天人家你还要吹一顿讲生理啊？咋他妈弄帮我试看啦？哎，啊，处理哈，朋友就来讲生理啊。哦，伊就点要转来啊？啊，今暝吼伊买一条鱼的呢，等吃哦。啊，米亚转来吃饭啊？怎可能？这是阿妹，清传统的客家富人家，上腔有10万，总是碌碌碌碌，一时都唔像好命的董事长夫人。飞呀飞呀，小飞侠，在那天空拼命的回家，看看他多么勇敢，多么坚强。雅思小伙伴，总内景空间是科学小飞侠的主办女生的梦，后生班的，班可以拜拜的呀。这是阿哥，比我大5岁，不过吃到像是大我15岁。佢当无笑面，唔好老我穷下了。阿妹总是懊恼佢，讲佢当乖，当什么，唔会抢我安油。阿爸阿忙转来哦。唔怕，阿爸吼，俺不就同伊讲生理啊，唔要转来，俺哋身心冇要紧啦。好，来。阿爸一直都会安呢，总是哦。对老辈老人告知饮酒，当然母都请安张准，佢从头盘计改，讲佢接到几多有几多嘅生意。阿爸对老辈少人嘅钱，挨到咩办唔出来咧？喺新人面前咧，緊顧乜計咯？係點講啊？佢台北吼萬奈做嘅錢，哎呀，你很大邊嘅話吼，我穿一多做幾多，吼，唔止10萬多吼，放心啦啊！有安好哈？哎，同講，嗱，喺台北啲朋友已經同我安排好幾邊啲生意嘅，到時候喺生意做上嘅話吼，哎呀，你個生活就會改善嘅，啊，真的啦。啊，走，不。哇，这里好大
见呐。对啊。你们新搬来呀？几岁啊？哎，现在在做什么事情？不好意思，拍谁啊？拍谁啊？你看见了没？黑了。你还没黑看见呢？唔识笑。交到面前，心风雨。大家好，成功一咋？过来样子啦。来看呀，当叔叔嘛，係咪？哎，冇問題，我就先掉咯。阿秋，我想唔同我繼續成條路啦。唔講我驚我頭毛迄個乜嘅國語啊。放心啦，我將來也係按呢，叫人就睇嚟識。係孫奶奶啊，係將軍夫人，國家年黑多，你睇到幾險？攞手，你就夾夾過去，聽首甜茶，準備點心，真簡單啊！跟我就先走咯，還要去北邊打掃呢。阿秋，多謝你呢。客氣啦。自摸，多少？来，前来，多少？你钱要先给人家。哎呀，可以很简单呢。小伙娘，来，我最赢，换个位置会更好哦。哎呀，算了吧，再来不一定啦。哎，我今天运气好嘛。先出这个，先出这个，茶泡好哎，等一下。你怎么弄这个？打了几圈麻将，大家都饿啦。去拿蒸笼把包子蒸上。蒸笼包子。哦，我知啦，龍床係咪？地係啦嗬，地係。日嚟過到凍腳，外面淺淺的變做一個路漫。這兩煞係我親好嘅朋友，阿盤老路乖。阿盤老我強用係客家人，路乖夾爬係馬來西亞嘅華僑，未講客話，夾尾嗬就係阿秋兒，講起來強用係客家人，就知道懂親切。黑板唔係表演，愛國歌曲就是體操國術，有夠無聊的，就屬我們貓王三人組最出風頭，哈哈哈哈！唔錯，我哋三人組一定要扣100，一戰神妙，奉命最好高。好，機子搶好高，N2風多，搶台北，搶台灣，貓王萬歲！貓王萬歲！做天王巨星係我高中時節嘅夢想，雖然唔係鐵嘅夢想，但細個時節未想愛做素人本。唔過貓王三人組係鐵嘅執行嘅夢想。來啦，啱先啊！喲呼，美女，哎，哦，你啊，到底幾時要攏嚟安排聯誼啊？安排個太條啦。嚇，我太條。人安排聯誼哦，係唔通都不搞水木噶。哦，要唔係我意思啊，天天，還有阿強、老阿潘。
阿潘，嗯哼，你干嘛你呢？哎，阿潘呐，潘，过来啊，快看。你好啊。你好。哎，美女，我走了。哦。王官，那一名迄本青菜行嘅咩？美女家爸喺外地嘅干技，佢平常當照顧連沙，大家都嫌佢菜見趕。蔡警官，哎，阿強，同人媽媽講安子生呢，選的工做得特別好勢啦，很奇怪咧，偏偏喺客家人，人媽媽輸定又特別好啊。我記得講安子生啊，那謝謝蔡警官，蔡警官再見。再見。強，你幹嘛？先別看啦，走，來，走。媽，嚟咗嚟。過世上到，哪個行嘅都醒目啊？俺不條送睇下吧。都是閒時候喎，要去閒才講。飯菜嘅聽噃，自家先。哇！阿爸識講嘛？我聊飯菜本件嘛？唔是，阿爸同人去講事情咧，唔是聊。阿潮嫂嗬，講佢介紹船頭路本嚟做。嗯。係醒行啊？哦，好。不用跑了，到这边来集合。交互蹲跳200下，知道的过来。确实跳，看你们还敢不敢迟到。罗强，哎，过来。你还不进教室？你是不是想翘课？一起跳。高教官，要不是你叫我，我已经走进教室去了。为什么听教官的话的学生也要被处罚？这样不公平啊！强词夺理。看看你，服装不整，头发也没剪，不该罚吗？教官，服装不整是因为刚刚急着跑来，怕迟到，所以才跑出来的。你看我现在扎好，就是一个整齐完美的学生了。那头发呢？你头发那么长，分明就违反校规嘛！教官，这个头发是因为校庆表演时候要模仿猫王呢。你有看过猫王是剪平头的吗？怎么可能嘛！我这个头发是班导师特别恩准的啦。教官，你要明察秋毫啊！谢啦，教官，那我先走了，没事了对吧？你是个大好人。你就不要被我抓到！你條靚衫哦，早上真唔會交棍媽咧，你下還要翹課哦？唔是笑啦，你那禮拜本交棍殺到嘅，早就大攤好食你啦，交棍可以開會啦，到咗下禮拜交勁嘅時候啦。係啊，飲酒，嘿，真結事哦。好啦，講到交勁哦，你啲表演嘅歌係係咪練熟呢？以後去翹課，做好嚟練下。好了，身體下轉動了，身體大煙抽，肚皮耶。好啊。然後唔得，唔出聲啊！保你要更加濕漂。濕爆咧哦，真有免疫練過，and 哦，一定要一腳濕漂，聽見啦？哦，好。哎，等一下啦，給滷水嘅煙草冇衛生啊，冇一多都是假咧。哎，媽，我轉來咧。哦，那你會按咁轉來咯？按不斷輸嚟嘛？來到阿潘屋下濕爆嘅。喺到東英鎮練習好傾嘅表演，下禮拜俺就就會上台唱歌嘅。聰啦，安尼好傾唔一樣嘅演藝會哈，我買是上呢鬼嘛，啊都要賺多錢嗬，啊都交學費呀。
阿妹啊，我今晚今天愛買熱狗樓演唱，台北冇人愛食酸的乾啦。莫唔講啊，像迄當我生人的媽媽吼，當愛生呢，俺個厝邊嘛做專門檔吼，專門夾一連衫啊。青菜，做了。妈，还上体力班啊？你们辛苦哦，做安阿嬷。你啦。哦。哎，你等下，吼，身上迄公了个啊，看看啦，迄你可能阿爸吼，都还没转位啊。妈，乱插的啦，迄富唔多的吧，我咪扣钱啦，那先走的啦。哎，生意呢吼，实在。我求伊吼，赚钱做来啦，我希望伊唔好讲拿钱出去花都好啊。好啦，阿妹，我以前阿爸轉來啦，你唔好再個挑太醫嚟啊！啊，好緊的事情呢，我聽說阿妹買上嚟看嘛，係愛行啊，加準備呢。好啦，不過到時候賣唔出去，你唔好怪我哦。好啦，我出去聽阿爸。走啊！啊，这样就对了啦。哎呀，罗董，你儿子在外面说家里有急事，要你赶快回家。啊，那个事情咁多啊你，那要你谈太神你呢？哎，你同他讲哦，叫他赶快回去，要不然我开除他哦。哦，哎呦，罗董啊，莫安啦，不敢有事情请来，我开讲转你。我就开条生意哦，就好啊讲，好冇？好冇啦？哦，好冇啦？罗董，把酒喝完再回去。啊，好了，下次再来找你啊。好了，哎，不搞啊，台上见了啊。莫快住你啊！啊，冇问题，一定赚钱的，冇问题啦，一定的啦，一定的啦。哎呀，赚钱啊！阿爸啊，你又是按追呢？哎，那冇事情的小人要做嘛咯，还在忙领啊。赚的了，对啊。罗董，我还没买单呢，别急着走嘛。买单，哦。会破酒店的小姐，啊，唔是着来赚酒家。爸，你一按不又发在司令前头，今日在酒家来熟食，不要个散哦。哎呦，我下，个做太神秘哦，跟人讲啊，看开眼了，你嘛，啊，个饲料攀得标。哦，人怎么上桥，好嘛？你讲啦，也必须你多个好些。这太贵太贵了，个好些办了冇问题了。所以啊，你讲哦，看开眼了，冇错，看开眼，看眼，嘿，你嘛，哎呀，跟人讲啊，不要给烟呐，就让天公一冇钱吃饭呐。相当年轻，新风雨。你去到要买？金枪诶，高天嘅人，天朝會上到青島西門，我做貓王暗鳳神。不過貓王哦，到底做乜雞按到貓王啊？我係呢上唔嘅。因為啊，未見咩會青島，你當然就係貓王啦。真見嘅？當然係真見嘅啊！你叫什麼樣多鳥？嚟查過咧。天熱嗬，貓王千槍有一隻愛好，唔做 king。天熱啊，
可能哦，迄因为佮跳舞强强、亲像妹有关系啦。第三嘛，无第三啦。挨讲迄无错，上先挨出错咧。哼，挨哦，我写新的迄 ICRT 本，记得第这哦，天速第一啦。按电针做乜解咯？俺会呛你，难怪哦，挨隔壁嗰只蔡美女动中医牛。哟，安好。乜嘢啦？冇乱讲咧。我要去上水彩课，恢复唔到咧。杜迄今晚熟熟啦，阿潘，我死的，我哋啲位度突出最好嘅集。喂，我 neighbor 蔡美女，发图哦，极赞哦。大堂讲，伊遐钓到嘅啲猫王嘅個誒，按拄好，我買咗最新嘅卡帶，這本也條糖啊。什麼嘢啊？我真想去買。韓天 ，Walkman。係啊。我連買一條喇叭褲都唔點樣品樓捱你佢追咧，你買 Walkman 吧。來。你啊，小心表演啊！是压轴哦。蔡美女，你到底给她拖好了嘛？哎，美女耶，当然好了哦，没有尖叫，怎么像猫王呢？对不对？蔡美女，蔡美女，啊，走开啦！ Well,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take me over my blue suede shoes. Let's go! 美女来看，来 ，Join us, come on！ 哎呀，蔡美女，来呀！哥，做啲真係散北橋麼？我去買熱跳褲嘅。 做唔得，做唔得！阿哥一天冇這樣嚟。媽，我好搞笑情，你做？唔講啊，你會按多少錢啊？夜條錢咩時候扣錢呢？你講實你就講實你，你做乜搞去酒家？佢按多少錢啊？人家本人感覺唔掂啊，咁冇去搞這些吧？ 因為我做得上生意咯，媽係唔掂啦，捱咩唔掂啦？捱都掂哦，春節農辛苦啦，捱都唔會做生意啊！你按你開發，你還有錢哦？你自家去拿嘛？阿公，你對人去同阿爸講話，冇禮貌。出氣啊！啊，樣啊，各當健康嘅係冇？同阿爸講話嚟講嘅啊，也對喎。 受苦的前天都係爽路見，跟木主啊看開眼條誒，跟做生意不能做投資啊。媽，你看啊，你這樣人啊，把人哋花錢咯，唔好賺錢啊！也個係同阿爸私錢啊，唔是唔插啦。啊，安尼無睇無勢嚇，我終於你就開除那同講。 人家就留到眼口定照解啊，唔係咯嚇，我欺錢忌非呢啊！佢做太人夫咧，人呢個打敗都本人強嘅啊，一個草毛啊！我同人家講嘅，講唔會談。阿助理，奇怪，永遠都錯咯。
喇叭裤你是凶哦，猫王啊，我离你越来越远。亲爱啦，我出面无第一零件，廿八片第一警察局的啦。你阿公，迄警察局帮廿八出来啦，无所以帮廿八出来。阿强，阿问去好的啦，唔使去帮廿八，要去好讲读书，好吗？哎呀，我本来想5分钟之后嘞。我等一下要买菜，又要去工厂做事，讲以后我讲无好啦。无好，免看我扣人用啥？好啦好啦，来报去啦。还有啥人？大周都冇精神，你做饭不做菜嘞？哪有啊？我那开怪调诶，伢妹当辛苦哦。那落实嘞，我和伢妈妈笑。唔会啦。唔会。前2日上课嘛？冇啊。有打演唱嘛？有。仲当咁讲啊？我没看到伢妈妈面子上啊，我做都痛啊。这边。哎，你阿爸来了。哎，老外，安怎话呀？前面看人平平客家人哦，那你按好本播出来。天啊！跟孩子同朋友打麻雀天天，急表練手禁忌，係當水呢？哇，見在意嘛？哦，係嚟啊！冇咗啦！啊，唔會啦，係咪冇上來？真係啦爸，行啦，什麼啊？阿爸，對你開嘅啦，多教個娘啊，來到呢啊，該湯圓圈花，乜嘅捱開嘅？捱真係本然開嚟，都講緊乜嘅花？唔講嗎？交強全有麻煩。係啊，快啲嚟，見到人家天作呼唔到，我先知啦爸。早啊，同學。迟到，又爬牆，那就罪加一等，记大过一支。教官，干嘛这样呢？我都自己蹲跳了，不要罚那么重。哼，你还跟我讨价还价？不服管教不该罚吗？我看啊，校庆比赛你也不用去了，你给我写3页悔过书。好好反省一下。莫解啊！你嘅表演本人氣少睇了。冇辦法啦，教官早就看唔順眼咧。早上哦，要本牙把一鬧下去，根本呀，我最衰就錯咧。一下就慘咧，我前見到妹妹來看表演。安怎可神啊？唉，看吼，鐵熱啊，然後前面前線上啊扮救兵，
拜托见哦去讲亲啦。天意啊，阿强啊，你请高管哦，攞去费事你啦。挨真无去去咧，迄位结果就有才去啦。高清表演算乜解？取消踢就取消踢啦，下二摆还强要无机会哦。喊上的高清表演猫王，爱看你哦，罗出王还差不多啊。对，赌场被抄了，我现在手头很紧，你今天一定要还我钱呐！还钱？哎，我什么时候跟你借过钱了？我不管，反正你今天一定要还钱就对了。假没瘾敢打我老爸！好，阿强啊，阿爸吃饭了没？哎，慢来啊，你开门开下先啊。哦。哎，蔡警官，就是他，我要告他伤害罪。什么了？蔡警官，这个小流氓啊，把我打得全身都是伤啊！阿耀，这是你干的吗？蔡警官，是他打我爸哎，我能不管吗？你讲嘛，给人太伤啊！妈，阿强哦，打该仗赢啊，抓该仗赢哦，我告起啦。啊！哎，拜托，莫故意好冇，生意連吼唔止條錢啦，哎呦，本身吼唔會快嘅啦，喺以後攞唔回事你吼，回事你啊！哎，拜托莫故意啦，好冇？你講的話我聽不懂，反正你再怎麼樣的求情啊都沒有用，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欠錢還敢打人，這還有天理嗎？羅偉啊，你給我滾出來！先生，到底怎麼回事啊？我投資你爸爸的生意賺了錢，我只要拿回那10萬塊錢的紅利。可是啊，你弟弟不分青紅皂白，把我給打傷了。我爸現在欠你10萬塊，媽，爸欠你10萬條了。哦，10萬條呢？你會省很多錢啊？那有是有錢的。哎，老沈啊，哎，你這樣很沒有良心哦。哦，哎，當初投資賺到的錢，本金紅利我都已經給你了，你還因為要謝謝我，給我10萬塊的紅包。哎，你現在自己手頭緊，哎，還要這樣把10萬塊拿回去，你給按懂我輸信用了。老沈，真的有這回事嗎？老沈，這就是你不對了，天底下哪有這種道理啊？你給出去的紅包還可以要得回來的嗎？這件事情就這樣結束了，不要再鬧了。阿強，你快拿出來說，俺用啲嘅人啊把事實。哎，看佢老爸爸求來求去，那就追落去啊！你點啦，你答應都係唔錯。哎，一位先生，佢約嘅錢，我會賠幫你啦，好冇？係拜託，莫故意，原諒佢好冇？拜託你啦。老沈，算了吧，大人是何必遷怒小孩呢？更何況小羅是為了保護他爸爸，息事寧人呐。更何況羅太太啊，都已經答應付醫藥費啦，誤會一場了，啊，好，算了。走到你的心中的校庆哎，我是请你来帮我鉴定那阿潘的啦，你不要吃，等下再吃啦。好，我知道，我也很想知道是谁勾走我们施专美女的心啊！啊，哪有什么勾不勾啦？老板，先给我一个糖葫芦。哇，好香哦！老板，我要小笼包。哎，好吃的热狗1只5块哦，好吃的热狗1只5块哦，来哦。
你们是怎么啦？怎么这样无精打采啦？哟，都怪小罗啦，他顶撞教官，被记了个大过，现在连表演都被取消了。啊，这样啊，那也没办法啦，开心点嘛，我请你们吃东西啊。哎，这个是什么啊？哇，芒果青哎，给我一包，一起吃啊。啊，这什么东西呀？绿绿青青的，不敢吃。你尝一下。那给我来一个这种好了。哦，好啊。来。哇，是用什么东西炸的啊？炸成这副德性。5块钱。你们真的不试试看吗？很好吃哎！之前罗妈妈有送给我们吃过一次，一下就吃完了。啊，还是美女是货。这种好东西啊，不是每个人都懂。我看还是算了吧。哎，对了，哎，教官说不让我们上台唱，没说不让我们在这唱啊。我们就在这里唱。好啊，好啊。我们 rock and roll，come on。Well, it's 1 for the money, 2 for the show, 3 to get ready. Now go, cat, go, but don't you step on my blue suede shoe. Well,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take you over my blue suede shoe. Well, you can knock me down. 来永久记得，礼拜嘅教庆表演，揭阳时来正经吃到这家做着枪猫王腔样，出名穿太前，文物家嘅成分，枪边技术腔样，叮，就变做有钱人。第一啦，演冲逼，演慢成功。第二啊，阿强嘅反身枪，全部卖枪枪嘞。第三啊，那个，你看，很多反酸呢。哎，我给我开始喂。哎。哎，老伙啊，你做乜嘅啊？嘅反酸又系咪收？哎，咋我踢高分你啦？哎呦，冇啊，任急急咧！哎呦，冇窒你啦哦！哎，你娘啊娘，娘咗本眼咪做反酸墙，眼咪做反酸墙，幾好食哦！哦，唔窒啊，係咩冰凍電鐵，唔當就本阿強嘅咩做反酸的槍啊？美女當佢識嘅，做好就送俾你就好啦。哎，唔好笨懵你啦，連中意阿拍唔興啊！哎。冇直接嘅考慮啦，我落去做了，唔會出面嘅。出阿潘，喂，好啦，定係啊！阿潘，定係啊！阿潘，定係啊！你有看到美女嗰件貓王嘅錄音帶冇？樣嘅，我記得明明不用書包，專輯上不用嚟糖，實情冇，很奇怪嘅，實情冇嘅。為到阿盤幾位冇？唉，我問過咧，就係冇裝嘅潛意啊，奇怪。你快睇。嘅美女愛搬阿盤嘅東西，人唔見睇。美女夾把手當我捱老唔講，
蔡警官会捉你去错干的啦。啊？哪有很夸张啊？快帮我想一下，厚厚一件录音带，怎么会突然间不见了？哎，芒果，我想到了，一天那客书的家下跌铁嘞。阿强，快陪我去找啦！你看到冇？唔好连只羊都冇哦，我看哦，就跌到树啊下尾度哦。我看应该就跌到围墙度。你自家跳落去看呢？哪有？俺妹。哎，咁贵啊！你是条像条梁腔样，开树的大铁叶，俺不要变条虫了。啱啦，拿来。甭来。是谁在偷我家的芒果？给我下来！听到没有？给我下来！老板，给他走啊！给他走！快一点！快点！是你呀！是你！我觉得阿潘好像跟一些坏朋友在一起耶。什么意思？唔系用嘅呀，哈？啊？你录戏棍啊！走啊！他们是谁啊？为什么要躲他们？跟你说了也没用啦。有人默默为我加油，关心着我。假使暗夜就衝來踏雜，做出頭嘅希望，暗夜就會閃大喊起期待情遙嘅快樂，暗夜就幸福嘅童年，暗夜就強行嘅路，就算暗一下嘅神發覺知，有一片天空，有難同當，暗夜也會有福同享。謝謝你們陪着我一起走，謝謝你們為我做的所有，在未來的日子會有見面的時候，到時候別忘了跟我 say hello，揮揮手。